刷到呢個視頻嘅朋友真係非常之幸運，因為我而家身處呢個118方嘅3房戶型咧，佢可以用嘅面積竟然可以去到200方啊！而且咧有3個衣帽間。嗱，先睇下呢個客廳係一個橫廳設計，咁呢邊咧本來係一間房嚟嘅，佢打通咗做咗一個衣帽間同埋小朋友玩嘅地方。咁成間屋嘅裝修咧係一個比較清新嘅風格，可以話係咧拎包入住嘅，而且配置嘅電視都比較大台嘅。咁點解118方嘅面積有成200方用呢？咁我哋先睇下呢邊。嗱，呢度咧係首先係望河景嘅，呢個係我哋嘅白石涌河。呢邊咧嗱有咁多嘅空間咧係俾你用嘅，呢個係屬於我哋嘅後花園。咁佢仲有一個前花園。咁我哋而家再過去嗰邊睇下啦。嗱，呢邊其實都有空間嘅，不過唔睇咧。再睇下呢邊嗱，都係櫃嘅地方，佢嗰啲質量都比較好嘅。咁再到餐廳位置咧，大概係6人位到啦，空間嚟講 OK 嘅。餐廳隔離咧係一個大廚房，廚房咧係有窗嘅，空間嚟講比較大係嘛？大概4個人一齊煮飯都冇問題嘅。再配置一個咁大嘅雙門冰箱。嗱，呢度咧係我哋向南嘅前花園，呢個面積咧大概係40方多嘅面積。咁咧佢係望我哋嘅小區園景嘅，小區嘅綠化都做得非常之好。後邊嘅位置咧可以做一個洗衣房，呢個空間都係10個方，所以佢加埋咧就有200方嘅使用面積。再入去裏邊睇下休息區位置啊。休息區呢度咧就我哋公共衛生間啦保養得比較好嘅。隔離呢度咧就做咗兒童房，做咗組合式嘅床加衣櫃加書台因為咁樣咧空間會比較襟用啊嘛。對面呢度咧嗱，做咗另一個兒童房，咁另一個兒童房裏邊咧仲有個衣帽間。嗱，睇下呢個衣帽間係屬於我哋嘅第2個衣帽間。咁有家庭裏邊有女士們咧就一般都比較中意有衣帽間噶啦。咁呢邊咧就係主人房，主人房咧係向南邊嘅，佢而家配置係1.8米床，剩低嘅空間都 OK。咁佢呢度咧仲有個衣帽間噶啦，呢個係第3個衣帽間，而且咧呢度咧就做咗個屏風，防止咧床直接對我哋嘅衛生間。嗱，衛生間喺呢度，所以咧佢嘅設計上咧係比較花心思嘅。咁呢套房入到喺我哋嘅啟發中學同埋第一城小學或者係楊先日小學，有興趣朋友盡快 call 我啊！